又係一個5分鐘搞掂唔使睇火嘅菜，芽菜桑芽豉汁牛肉，低脂高蛋白，有菜又有肉。視頻開頭我哋做一個蒜頭豆豉油先，呢度係剁碎咗嘅豆豉，再加入一啲蒜蓉，用一啲熱油嚟炸香佢。呢一個咧其實可以放可以唔放，放咗嘅話就有啲豉椒炒牛肉嘅味道。芽菜咧我就揀呢一種，雖然我唔知佢係咩品種，但係佢比一般嘅芽菜爽好多，而且剪起身佢唔會好似一般芽菜咁樣成鑊都係水。今日買嘅係豉餅，我哋將佢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。把刀唔夠利嘅話就交俾熱心嘅攤主。講咗咁耐，打個電話睇下我杯奶茶到未先。您好，您的電話已欠費。我又到月底了，應該充話費了，我先去充個話費啊！充話費了，千萬不要直接充啊！我知道有個地方啊，充值快，還可以領到優惠券，就在這裡，抖音商城這裡有個充值中心。現在點擊商城進入充值中心啊，或者直接點擊評論區啊，就可以領到最高4元的話費優惠券啦。醃牛肉我哋就放一啲豉油、白糖、蠔油，再嚟啲胡椒粉去香增色，放2滴老抽增加一下顏色。生粉水就逐少少咁放落去，一定係要睇碟底嘅水已經乾晒，用手嚟感受一下佢嘅濕度，睇下需唔需要再放第2次。嗱，依家啲牛肉吸滿晒水，呢個就係嫩滑嘅關鍵。最後再用剛剛嘅蒜頭豆豉油嚟封面，醃佢10分鐘就得啦。鍋裏面噴少量嘅油同埋鹽，做呢啲菜我哋要佢受熱均勻，所以最好就用平底鍋。呢啲芽菜除咗唔會出太多水之外，煮完出嚟佢亦都唔會話太過軟腍腍冇口感。芽菜鋪底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放牛肉上面啦。牛肉盡量就唔好重疊得太多，咁樣嘅牛肉就會熟得均勻。好啦，而家吸蓋開火，用中細火焗5分鐘，馬上有得食。咁樣做嘅牛肉有嫩有滑，低卡冇油煙嘅嘢都可以好好味。做人最緊要開心。你今日笑咗未啊？